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陈伟民，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要带大家来关心法国国会第2轮选举结果，马克龙带领东在联名国会选举表现无真好啦吼，伫咧全部577个选区，敢若摕到245席，距离咱讲过半也差一大截。另外左派联名摕到131席，正做是国会上大反对的这个势力。右派国民联名实处是自8席。大爆发来到89席，传统右派咧，共和党摕到61席，有可能正做是执政联名优先要找找合作的这对象。但得注意，咱讲在面上领导的左派联名和右派这个 Marine Le Pen 国民联名，在这回选举有真大收成。马克龙阵营咧，即阵在寻求合作的这个执政联名，若无稳定的盟友，未来执政恐惊有摆卡政府的危机。选举结果一日出来。法国左翼联名竞选总部支持者大概是欢喜咧画休。法国国会第2轮选举的结果，伫当地时间19出来，总统马克龙甲伊领导的东在联名减100多席，577席，敢若摕到245席，并无过半。虽然伫国会还是占上济席位，不过同款是输甲希特勒。C'est une situation totalement inattendue, absolument inouïe. La déroute du parti présidentiel est totale et aucune majorité ne se présente. 看到执政联名失去国会过半优势，左翼联名伫2个月前的总统大选输去，即马算是佫赢倒转来啊！伫国会选举摕到131席，加做上大的反对势力。不过，互人上界料想袂到的是极右派国民联名，为原本的8席大大增加到89席。领导人马林勒彭伫选举了后表示，这是历史性的胜利。Nous incarnerons une opposition ferme, c'est-à-dire sans connivence, mais une opposition responsable, c'est-à-dire respectueuse des institutions et toujours constructive. Parce que notre seule et unique boussole est l'intérêt de la France et du peuple français. 甲其他的阵营欢喜的气氛来比，执政联名敢来当较美手咧，赶紧寻求合作的优势。La situation est inédite. Jamais l'Assemblée nationale n'a connu une telle configuration sous la Ve République. 失去过半优势，马克龙政府要推动减税、退休金改革等等的政策，百民会受到真大的阻碍，国会局势可能会改变。另外，还会面临内阁换人的局面，因为包括环境部长、卫生部长等人，按算会因为选输来落台，部分伫政治真资深的嘛死去，亲像前体育部长，都输予原本是饭店帮扶人员的左翼候选人凯克。Je suis la voix des sans-voix. Je suis femme de chambre, femme de ménage, agent de sécurité, aide-soignante, aide à domicile. Je suis tous ces métiers invisibles. Et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ces métiers seront visibles par ma candidature. 凯克今年48岁，伫社会国家的唱歌海华出世。2000年的时阵去到法国，伊捌领导饭店女性的帮扶人员，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发起法国历史上时间算是真长的饭店罢工的活动。凯克原本无想要参选，伫左翼联名的推荐之下，才决定来竞选，而且嘛有得到真侪选民的支持，嘛加做这一届法国国会选举的焦点之一。公司新闻齐万玲分析。继续来关心罗西亚侵入乌克兰这东部，咱讲强烈攻击了后，当地居民处境是更较艰难。这人呢是为着要走闪战火，敢若通住伫咧地下室，这一住就是几啊个月。有民众就咧靠讲，战区是无水、无电、无天然气，只好用手电啊、麻布啊光伫咧地下室过生活。用手电啊照路，真细日为楼梯安尼行落。伫真下空间内底，会当讲是暗飕飕，敢若靠一点点的光线，看到几啊只简单的桌椅啊、纸板，还有眠床。住伫地下室已经是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真世上的代志。Тяжело, все равно тяжело. Конечно, что видите, война. Без света плохо, вот вообще. Ни воды, ни света. Живем вот Мужчину мы не вот, можем пожалуйста, вынести на улицу, он вот. уже 4 месяца света не видел. 4 месяца лежит. У него 2 инсульта. Очень плохо. 4个月的时间，伫暗暝暝的地下室生活是真艰苦。不过，佮烦恼外口的炮火，这居民嘛唔敢甲破病的亲人带出去有日头的所在，敢来当避伫地下室。罗西亚军方甲炮火转向顿巴斯地区了后，炮弹是无暝无日一直在放。战区的水电甲天然气早就去互切断，真侪人孤不离种，都要放弃一切逃走。
不过嘛有人唔愿离开，特别是集会人。Ничего не осталось, все сгорело. Ни одежды, тут за одежду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папу вывезти, все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Я не знаю, сколько он еще протянет. А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ут, наверное, не скоро это все закончится. 明记知影危险，还是想要留伫故乡。这居民敢来当祈祷，希望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会当赶紧达成协议，让战争赶紧结束。不过，这情形恐惊是无乐观。乌克兰谈判的代表进前讲，有可能8月底会恢复谈判。不过，罗西亚这边是还无正面回应。因为北约是伫礼拜警告，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有可能会持续几啊年，建议西方国家都要有长期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准备。公司新闻齐万良编译。同款是战事拖累能源秩序大欠，欧洲联盟面对甲罗西亚这个能源大战，咱讲到伫咧印度、中国出手大采买，欧洲甲美国咱讲制裁效果拢真有限的这情况之下，西方国家咧开始寻求能源自保。伫咧开源顶面，意大利含这个卡拉成立合资企业，按算通增加这个卡拉天然气、加速的这个产量超过60%。另外咧，为着今年寒冷这需求，预先来做准备，这个德国和其他国家咧，拢暂停行向再生能源下步哦，佮行回头路，开始降低天然气、加速的这个使用，导入高污染，咱讲涂炭、火力发电。德国联邦政府预计今年7月由国会通过立法，授权政府暂定以2年为期限，扩大烧炭火力发电的负载量。原本同款打算要渐渐淘汰烧炭发电的企业，也做出类似的决定，来面对俄罗斯减少天然气供应的状况。另外，德国政府也准备透过国营的开发银行 KfW 放出150亿欧元，相当新台币大约4700亿的贷款，由同款是国营的天然气交易中心操作。德国政府将鼓励出头有存天然气的民间企业，将准回卖予交易中心。需要家用天然气的公司是以竞标方式购买。根据德国能源甲公用事业管理局的统计，全国目前的天然气存量只有56.7%。政府打算伫9月底进前提悬到8成，在1月顶旬的目标是要达到9成。另外，排名全球前10大石油企业，意大利国营的埃尼集团，拜拉伫杜哈甲地主卡达签约。加入卡达的天然气开发扩充计划。Our partnership will be in the shape of a joint venture company, in which Qatar Energy will own 75% of the shares, while Eni will own the remaining 25%. 外电报道指出，有计也阁有更较侪国家加入这个计划。卡塔是俄罗斯甲伊朗之外，全球天然气运送量第3大国。这个跨国的合资计划将使产量增加幅度超过60%。在俄罗斯甲伊朗受到欧美制裁之下，卡塔正做国际天然气来源的救星，也不过开发计划要进入生产阶段，要等到2026年。若要达到6成的增幅，要等到2027年。公司新闻家真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带大家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中国清零政策，和外资企业非常不满，中国赶紧放零部分签证，开放予外国生理人。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全球原油介绍，咱讲过去一段时间内底是大起，这阵反倒来，咱就讲是大落6%。专家拢认为，全球经济恐惊已经出现大消退。另外，看到英国这个 Times 报道，英国工会在这礼拜要进行3天罢工来，咱讲咱讲合理的这个危机，并证明本地已经有铁路工人来参加大罢工。这阵风声讲，老师、医生嘛考虑要参与。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乌克兰东部2大关键城市差不多拢已经沦陷。那波吉萨，咱讲长期罗西亚军队不直直来进攻以外。另外，咱看到讲 Washington Post， 伊讲显示这阵已经互全球落入严峻经济，以后投资成本是大大来提高。咱讲对所有的产业拢会是大考验。另外，看到中国甲美国关系收影非常的紧张。中国外交部咧19就发布4万字长篇文章，列出21条美国对中国认知错误，并且是随条回应事实真相。原来咧，就是因为美国两党创新法案完完全全来针对中国，认为讲中国就是上大威胁和挑战。中国亲像是见笑当生气写这个长篇文章。另外，又搁讲到中国在卡塔世界骹球杯出奥步，将台湾列做中国的一部分，引发争议。
卡达世界杯卡球赛注册平台，定义将台湾列为中国一部分的国际选项，引起争议。经过咱国反映了后，更正回台湾。外交部昨日则表达肯定，不过即马传出卡达方面各将台湾选项改做中华台北。中方赞赏卡塔尔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根据国际体育赛事的一贯做法处理相关事宜。咱国外交部对此还未回应，不过最近中美关系紧张，中国外交部19发布4万字的长文章，列出21点美国对华认知中的错误，佮逐条回应属实真相。尤其中国外交部指控美国纠抗一个中国官职，想要以台制华。尤其中国弹出台海毋是国际水域基地。根据皮普社引用知情人士的报道，美国拜登政府对此感觉烦恼，传出拜登拒绝接受这个无清楚的主张，国安团队也正分析中国讲法，了解背后想法。中共长文集合既有的谬论，批判美国等国家抹黑民主、矮化台湾等内外宣说辞，了无新意，凸显北京当局未能反思国际社会对其强势扩张的疑虑。就当美国军舰来说，他可能用铁壳船去撞美国的军舰，也可能用解放军的军舰去驱赶美国的军舰，所以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双方面，我不觉得就是说会立刻发生这种开火的状况，而是说双方面可能会把这东西拿到外交上去彼此抗议。不过美中相关冲突、台湾局势甲台海安全也互放大检视，学者分析。短期内，台海虽然紧张，不过演变成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另外，美国跨党派提出的两党创新法案，将管制美国企业对中投资，内容估计达到43%的投资案，将做到审查。法案将送到拜登签字生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要带大家来到美国来访问智库专家 Bonnie Glasser， 伊长期咧关心着台美中的这个关系，嘛观察台海这个变化。伊讲中国对台湾呢这个政策愈来愈强硬，但是咧，伊无相信讲中国会伫2027年进前攻打台湾这款的这个讲法。只是咧台湾啊，防范咱讲 Gray Zone 战术，亲像假消息也好，经济军事上这个协迫啦吼，咱拢爱好好来注意。即阵咱特别带大家做回来到美国 Washington DC 来看这段阿明独家访问 Bonnie Glasser 台海问题精彩内容。接受公司台语台独家访问，美国智库专家 Bonnie Glasser 针对台美中议题，佮中国对台政策提出看法。China's policy toward Taiwan has been toughening in recent years. Of course, it really began to move in a hardened direction after President Tsai Ing-wen was elected. But Xi Jinping's overall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very tough. There are many of China's neighbors that are bearing the brunt of Chinese coercion, sometimes economic coercion, other times military coercion. But whether we look at South Korea or Australia or Japan or Taiwan, they have all been the targets of a much tougher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Bonnie Glasser 分析，习近平对台湾侵略无时间表，只是动作不断，包含假消息、军机直直挖进咱台湾的 ADIZ， 甚至下过台海中线，就是无要互咱台湾好过。I think that Xi Jinping has many other things on his plate. So I do not agree with those people who say that China will invade Taiwan by 2027, by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stead, China is relying on an ever-expansive use of what we call gray zone tactics. It is using disinformation, it is using economic pressure, it is certainly using military pressure. 拜登政府上新的印太战略指出，美国目标并不是要改变中国，颠倒是要营造中国厝边和四处危害环境，联合围堵中国。卖咱台湾武器，嘛要让台湾有自我防卫的能力。尤其伫咧乌克兰被入侵了后，美国国防部更加有警觉性，确保中国袂用武力侵犯台湾，嘛更较认真看待。Well, I think weapon sales to Taiwan are first and foremost intended for Taiwan to be able to defend itself.
and to be able to deter China from attacking Taiwan. Arms sales are not intended to strengthe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They are really intended for deterrence and to help Taiwan to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国际情势受乌克兰、罗西亚战争影响，中国嘛咧调整对台战略。美国要求台湾调整军事武器买卖项目，要用无对等的战略对抗中国。拜登这回强调的保卫台湾，伫遮看起来嘛愈来愈明。记者张伟民 ，Washington D.C. 采访报道。咱讲全球拢有这个8公条，顶一系咱讲到是这个韩国即阵镜头来到英国伦敦这个镜头啦吼，几若千名这个英国民众拜六是伫咧镜头抗议，咱讲通货膨胀也好，物价是直直起，但是咱讲薪水煞拢无起哦，因为生活出现真大的这个危机。咱讲抗议这群众包含着铁路的员工，因不满的资方裁员，加上因要求加薪水这款谈判隆重破局。工会成员要伫咧即礼拜罢工3天哦，到时会有更较侪民众生活受到冲击。几多千个英国民众礼拜六行上伦敦街路，抗议目前逐项拢起，敢若薪水无起，互因挡袂调。You have to be working 50, 60 hours so you're able to meet your bills and pay your rent. This is not acceptable in today, the 21st century. 英国4月通货膨胀起到9%，政府为着压制真悬的通货膨胀，已经连续5届升关利息到1.25%。官方预测到10月通货膨胀会进一步起到11%以上，这个通货膨胀创下40年来新高。主要是因为俄乌战争致使燃油甲买的原物料供应欠缺，造成能源甲食物的价格起价，连带厝租也起真悬。In London now, where the housing market is uniquely cursed, rents are going up by £200, £300 a month. I can tell you for free, my salary's not gone up by £200, £300 a month. So it's becoming a case of how do they expect us to survive? How are we expected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to have a shelter over our heads? It's impossible. 包括英国铁路工会员工也加入抗争行列，因为争取加薪的劳资协商破裂，要伫2月23甲25展开大罢工，估计有4万外的员工参加，这是30年来上大规模的罢工。铁路工会表示，最近2-3年因毋若无加薪。资方阁按算价每礼拜工时为35点钟延长到40点钟，等于是变相减薪。另外，已经5000外员工伫铁路现代化的过程，互人裁员。目前，英国政府无介入平息这场劳资争议，罢工嘛开始，会敢若一半的铁路路线提供2成的服务，通勤的人会受到真大冲击。英国经济当然会受到打击。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另外，镜头来到印度东北部和孟加拉爆发，咱讲最近18冬以来上严重的大水灾啊！目前已经知影超过60人以上的这个死亡，还有几若100万人无厝通好回去。环保专家嘛警告，全球暖化引发极端气候，可能会予这个地势较低孟加拉造成更较侪灾难。大水将道路淹去，车辆故障，卡伫路中央，几个人合力刹车，也有人赶紧掠条走线休者，以免叫大水冲走。人啊，建议农民毋忙用来引产雨季，也毋过这波大雨来得紧过急。孟加拉全国130条河流不涨。其余地区像大海，估计有几百万户掉伫大水中。在海上惨重的希尔赫特市区，道路变成河流，大水淹入民家。这家人的囡仔无所在通避，拢钱伫伫要予水淹去的冰床顶。কিভাবে খাইতাম মুড়ি খাইতাম চিরা খাইতাম যে যেগুলা দিরা ওগুলা খাইতাম আর কি করব রান্না করতাম কিলা খাইতাম কিলাতে当局表示，这是孟加拉自2004年来上严重的大水，造成至少310万人无依无靠，其中20万人暂时得到安置。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附近的印度阿萨姆省，大水引致首府古瓦哈提市区的大街小巷交通严重受阻碍。पानी के लिए सबका लोग का प्रॉब्लम हो रहा है, कोई निकल नहीं सकता है, कोई ऑफिस नहीं जा सकता है। और हम लोग का ये दुकान है पूरा पानी पानी है, अंदर में घुस के बहुत सामान खराब हो गया, फ्रिज वगैरह सब खराब हो गया। 当地河水泛滥溃堤，淹掉3000个庄仔加农田，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替离村民，营救所啊渡过错漏的河流，真危险。印度甲孟加拉最近几年极端气候哪来哪严重？这波大水河到目前为止已经夺走62条人命，其中部分是叫死人，结着死亡。
环保专家警告，气候变迁若讲继续恶化，将为南亚地区带来更加侪灾难，尤其地势较低、人口密集的孟加拉，更加是首先受影响。联合国估计未来10年，孟加拉大约有17%的人口将被迫迁徙。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乡亲好编视看，我是阿斌张伟民，新闻世界通，咱马仔同一时间再会。